被你带进去的，是你点阿妹的歌呢？是吗？我点3/4页呢，爆笑。哦，真的不好意思大家，在这个很寒冷的天气，然后我们又没有照顾好自己的身体，导致声音变成另外一个境界。哎呦，升华了。对啊，好像比较好听的。哇塞！顺便介绍一下，我们这边有一位好朋友，他刚结婚哦，我们掌声恭喜他们。我们的小文在台下，被我陷害了，被我陷害了。再来得及，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哎，好了，那个我们开玩笑的啦，对。但是是真的。不好意思，那个没有了，真的来不及，现在都签字了，没有了，立刻白涂掉，先别讲话。还有人，以后那是什么？一讲话就是句点嘞。拜托，等一下给我一个逗点。来，你看，晕死，好了，我等下会给你讲话了。不能我说话的时候都只是说下一首歌嘛。好嘛，我们请老外来讲嘛，这次。你们知道我们后面有鼓手吗？我以为我们有挡住，有个楼主。嗨，大家好，大家晚安。但是有这一句哦，没有了。就说下一首歌，哎呀，因为歌单在那边。下一首歌哦。用英文。我其实很想讲一个老外的笑话。好，你讲一下。可是可能不是很好笑。没关系啊，已经习惯了。不是，那是在我们在抄歌单嘛，然后就要写这首歌，然后他就写了他的字，他的那个这首歌叫蘸酱歌，然后他就写的很吵，潦草，然后那个酱又写那个英文名字的 John，J O H N 这样，然后就写成我看成智障歌，然后我就打电话问他说，老瓦什么是智障歌？我们好像没有智障歌那种，结果后来才发现是蘸酱歌，不好笑，算了。不会。我难得讲笑话，你再来。不要逼我吵你们。如果我跟他是学长学弟的那个身份呢，就是以前大学的时候他是我学弟，他是那一届最会讲笑话的，真的哦。所以你知道下一届怎么样啊？全部都人死了。没有下一届了。听说第2年解散社团。哎，老外讲笑话，我们的鼓手追到前面了，给我们拍手2下。哎呦，他今天有抓头发没？哎呦，没有，是讲，他是我们里面唯一有染发的。哎呦，不良少年。哎，装错身。哎，不要让他讲话，不要让他讲话。都几岁了，还在背给啊？哦，想当年哦，我砍死好几口西瓜。所以你真的不讲话了？说话嘛，不要生气了。好了，我讲了。当初，祝各位新年快乐。30岁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。太弱。还有吗？祝各位。好了，不用了。接受像歌是怎样？好的哦，接下来带这首歌呢，是阿美族，台湾原住民阿美族的一首创作歌曲。我本身是来自台东马兰姑娘那个马兰部落。是。我们部落那边还有30秒。好了，我先介绍，我要唱这首歌，因为这是母语诠释哈。我先大概跟你讲，这个是阿美族，他是形容阿美族的男生，他懂得抓鱼，还有放陷阱、狩猎。阿美族的女生呢，她懂得采藤心、采野菜，捡贝壳，老人家很喜欢蘸酱，对啊，这首歌叫蘸酱歌，那个登纳斯，阿美族叫登纳斯。好，就这种老人家很喜欢蘸酱，在乱讲。我爸爸在台下，你不要胡乱。等一下爸爸会给你飞踢的。好了那个节奏给我，你们的双手 OK 吗？
这是他自己发明的法国号。